日在地新闻继续来到新竹的新埔，发生一件车祸，当时是到青顶，一个妈妈牵着3岁查囝，行前佫按着1岁查囝，行这个斑马线要过大路，结果一台轿车直接来倒弯，甲3母仔囝共弄落。好哩加在无生命危险，这个驾驶者17岁，又佫是未成年，又佫是无驾照，而且真有可能又佫是偷驶时代的车。妈妈牵3岁查某囝头前按1岁红婴仔，3个人准备过大路，想到叫一台金色轿车汹涌倒弯，就咧甲伊弄落去。母囝3个人当场互弄甲飞出去，大汉查某囝佮叫头前正面的囡仔到吊飞。撕裂伤。擦伤。妈妈捡弄着了后，真惊吓，第一时间敢若想着两囡仔敢有安怎？代志就发生伫咧新竹县新埔，早日下晡4点半左右，当时这个妈妈接囡仔下课，伫咧路口倒滑的轿车弄甲飞出去，3个人落红送上救护车。母亲四肢多处擦挫伤，那及3岁的女童。大腿的部分有一个大面积的擦伤及头部1处擦伤。那1岁女童的部分，因为有撞到地面，造成头部的红肿淤血，那及大腿有擦伤的情形。妈妈尾仔伫咧面前抱盆，讲弄到伊的敢若是无驾照未成年的驾驶。警察调查未成年驾驶发生事故当时有简单甲伊问一下，不过因为笔录需要家长陪同，到即阵也未联络到伊的爸母。调阅周遭路口民宅监视器共计3支，业已还原肇事经过，已先对本案违规肇事驾驶依规定举发违规。这2礼拜拢未成年无驾照赛车，和怪怪新闻引起社会关注。民众出国行伫咧大路，拢要加注意家己安全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